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林辉，你当时回来？歹势啊！我毋知你这么早就要回来，我也无穿暗顿，无你等者，我随来煮。免啦。我伫外口已经食过啊。林辉，早起我去电影检查过啊，医生讲我有心啊。哦。偌久啊？医生讲后月啊。明辉，啊你敢袂记迄暗你啉烧酒醉，伫咧我白种。你来这里！春啊，是安怎？倒位你无爽快？戆囡仔，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，莫阁想到遐尔啊多啦。好佳仔，你甲天蛇还阁少年，恁两个会当同心协力，一定有一天会阁徛起来，吼。是得到啊。是我面头打开中的时阵，受到第一项礼物。我过去的，迄是8通前的一个热天。我甲天作，就无简单才共拍到这个所在排面搭，欠个人起来，煞连一个坐的所在都无。
阮阿爸知影这件代志了，迄天的嘛，伊就骑三轮车载一个倒下来。其实，现在的个性甲阮阿爸做共，因拢是迄种脚踏实地，不管食偌济苦，嘛头都要去甲一个人。阮阿母嘛是因为看家己着天做这一点，才放心将我交予伊。后来阮阿爸伊直直死后，阮阿母无法度忍受这款打击嘛破病。迄个时阵，我甲天泽大家咧袂用做生意，甲轮流走陪伊，甲阮阿头出去照顾阮阿爸甲阮阿母。天泽的一句怨叹的话，就拢毋捌讲过。讲透早，不管伊偌无伊我听，伊拢会先去陪伊甲阮阿爸洗身躯换衫裤。因为早，阮阿爸上较爱唱歌。五英啊，阿姆知影你心肝也是足艰苦，你若想要哭，大声哭出来，莫为了心肝来，好无？好啊，春啊，一摆哭了后，绝对袂用个再哭啊！你是做捌代志的查某囡仔，以后你着甲以前同款，敢若啥物代志都毋捌发生。第天做面头前千万毋通哭。天做伊我外表看起来敢若真坚强，啊，事实伊的心肝总软，真侪代志拢爱靠你来甲伊做主。你也会记的，第一面头前，你千万毋通搁再哭，你知无？啥？你讲啥？阿春啊要甲米大拍互别人？天做啊，你倒好啦，有话慢慢仔讲啦吼。昨暗大嫂有甲我参详啦，啊，既然我一个人无才调做，面搭囥遐好用嘛是加浪费的，不如先拍互别人，等咱若有钱哦，才搁找一间店面啦。迄边哪会共款？你紧去叫阿春来，我不准你任何人动面大的脑筋。天做啊，咱安尼做嘛是不得已啊。医生决定伫后礼拜三替你动手术啦。啊，伊讲开刀了后，你至少嘛要休困3个月，加上复健治疗，恐惊还要1、2年。你听伊踮遐咧放臭屁，都今仔安尼弄者，都要叫我倒踮咧眠床顶1、2年。我毋是古早迄个林黛玉咧，敢若换一个啊！我的身体吼，我上了解、上清楚。拜托个李贵啊，去叫医生啦！我即摆都要办出院的。你要出院，这边哪会用诶？你的脚……我的脚足好的，敢若是倒踮遮倒伤久，所以毋知会变节无开力去。好，为明仔载开始吼，我逐工来开始乌爬楼梯，一工爬伊10抓8抓，我保证3工以内都啥物毛病拢无啊！紧去啦，紧去叫医生来啦！啊，若无阿春迄小查某真是会甲我的面搭骂去哦。天做啊，医生就讲甲足清楚的，你若是无开刀将经费摕出来，若去得着神经，安尼就做麻烦啊。你毋去叫医生先？好，袂要紧，我家来去。天做，你是咧创啥？你无用乌白叮当啊！啊，先边啊！天做啊！我的脚，哎呀，天啦！天做啊！你放下，天做啊！来，拖我来。哎，天做啊！我你哪来拖我做啊啦？阿土啊，紧甲伊扶起来啦！我来听啦。是你的啦！是你的！你是食啥物件？哦，比我状态啊低，搁我重啊！你唔知对我家兄弟？阿土啊，你去叫医生来。哎，你叫医生要怎啊？啊，当然嘛有代志，紧去啦！土啊，你莫听伊的啦！阿土啊，你敢唔听我的话心？
你有要紧无？我生足该死，煞袂记讲你腹肚内的囡仔。你以为我顶下看到你感觉怪怪，原来你就是有心啊要做老母哦。哦，恁两个，你甲我点去！米辉腹肚内的囡仔是。天宗啊！啊，恁两个就真是，哎呦，侥幸感失着啦。好啊，天宗是我的大兄，甲腹肚内的囡仔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啊，你即摆意思是讲你已经甲别人结婚啊，是无？啊那安尼，啊恁人呢？啊，我有相捌无？我无相捌，啊恁是安怎熟识的呢？我会记得我要转去庄卡的时阵哦，你还佫甲明辉仔呢，爱甲袂死袂活，什么转去几个月仔尔，恁就拢有对象啊？我甲阮翁是伫咧面搭熟识的啦，伊是一个行船人，真少伫咧台湾，阮就。原来你是新交男朋友哦，莫怪明辉仔哦，匆匆忙忙哦，甲丽玲结婚啦。我知，明辉仔一定足唔甘愿的啦，所以讲哦，伊才挑你结婚，互恁看，你讲对无？着你头壳一空啦，阿土啊，莫搁踮遐饲熊啦，紧陪米辉哦，叫医生检查者啦。米辉啊，实在真失礼，拢怪我出手唔知轻重，万一你若出啥物问题，是要叫我安怎对你做呢？失礼啦。袂到哦，天助的病遐严重。好啊，有啥代志，我想要请你甲我斗相。哎呦，米辉啊，你哪会讲安尼？啊，咱熟识也毋是一天两天尔，看你有啥物代志做你讲，只要我做得到，我一定爱斗3工的啊。后礼拜三我今仔天助毋肯开刀，你敢明这几工下班了后，国病院陪伊开讲，先煞甲考囥者。哎呦，打这也毋较简单。对今日开始，我每工吼中昼买便当来甲看，啊若暗时我下班哦来讲笑好听，我保证吼后礼拜三一定笑嗨嗨去互开刀的啦。阿土啊，我代表天助还阁大嫂甲你说多谢。米辉啊，你哪着遐客气咧？莫讲你甲以早明辉啊迄段感情啦。啊，当天助啊，甲你是我的好朋友呢。啊，这件代志我斗3工嘛是应该啊。啊，搁再讲吼，啊，我常常拢去天助啊，共食无讨的，啊，你煞袂记哩？阿土，恁若有见到明辉的时，恁莫甲讲，我已经有心啊。吼，你是毋是惊明辉食醋？放心啦，袂啦。那即摆明辉啊，马上嘛要做老爸啊。你是讲丽玲有心啊？是啊，啊，当我迄天陪丽玲来病院检查的时阵，啊，我有哪有拄着你甲天助嫂，你煞袂记哩？人因有哪生父呢？啊，才可怜呢。这个明辉啊吼，是烧到我加身的啦。啊，惨啊！我早起要开我煞袂记，我先爱走。你若无接我来啊。对啦，明辉啊。真久无食到你的卤菜吼，啊你盐南味打收我吼，啊加切一罐猪头皮啊啦、豆干啦吼、卤卵来我做宵夜，好无？美惠，你有听到？美惠啊！你是讲啥？哎呦，我是讲你盐南味打收好了后，你要来病院无啦？妈！你讲啥？你有两万块想要偷这个物件？无你是头壳歹去啊，是毋是？还是当中甲你同款是少的啊？甲心肝病当做卫生纸啊？哎，春呢，你无听人咧讲，买卖无成人理财。哎呦，你这么生气是要创啥？人只不过吼是甲咱出一个价名咩？出价嘛出这有行情的啊！你会知呢？这个面单是我咱辛辛苦苦才拼起来的呢。你若无生意，你就小拍远的啦。2万块，你哪有家己买遐食？你总也无稀罕呢。哎，出来！好啊！哎呦，是嘞。笑的。好啊啦，春的啊，你来对人这样歹啦，来，小姐姐，你是倒咧无爽快哈？来，啉一茶啦，小休困一下吼。啊，
你坦白甲我讲啊，我这个面单拍人10万块，敢讲无迄个价值呢啦？这附近啊拢是办公大楼啊，迄中昼甲暗时来食面的人是坐甲坐袂落，甲用排队的呢。还阁有啦，阮田州这几年买这物件，哩哩扣扣的，敢讲无价值10万块呢啦？有啦，绝对有价值10万块啦，是因无眼光啦。你放心，我想讲哦，无偌久哦，一定捌货的人会来找咱啦。你赶快来等吼。请问倒一个是头家啊？一定是明慧回来款。来啊来啊！老三，阿土啊，那是你。丽玲啊，明慧呢？拢10点外，甲搭要去上班，规公司要等你开会呢。哦，有够好命，一定还搁咧困的啦。明慧啊，明慧啊，明慧啊，哟，明慧啊，哦，日头嘛加出啦，也唔见咯啊。奇怪，哪有啦？丽玲啊，明慧是甩过，我无看到。阿姨透早就出去啊。丽玲啊，你甲明慧中间哪感觉怪怪安尼呢？像你以早安尼啦，较袂着就发大小姐脾气乱骂人呢，才佫变甲温柔体贴。讲到这明慧哦，真正哦，结一个面咧闪一闪安尼啦，袂输人欠花仔钱安尼啦。惨啊啦！叫我袂记哩，丽玲我来走，我来找着明慧，若无找着，代志就大条啊啦。阿土啊，是毋是公司发生什么代志？毋是啦，毋是啦，公司真好啦。迄个赵永平哦，迄有2部7人呢，代理明慧哦，所有的各部门的业务哦，伊拢足了解呢。伊安排代志哦，大家嘛对伊真满意啦。对啦，我先来走吼。你早早行吼。好好好。赵永平，顶摆甲我变安尼摆，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一定是明慧。丽玲歹势啦，我啦，阿土啦。对啦，丽玲啊，你很有钱无？有啦，啊，你平时要创啥？你要偌济？当然嘛，愈济愈好。顺摆哦，天助出车祸，后礼拜要开刀啦。即摆厝的欠无遐济钱啊。你稍等一下吼。阿土啊，这吼10万块你先摕去啦。等者我去银行领50万，明仔载再叫明慧送过，好无？免啦，免遐济啦。人美慧因讲吼，因有欠淡薄啊吼，佫10万块还就够啊啦。美慧，阿土啊，是毋是伊叫你来找明慧，甲伊斗相共的？这要哪有可能呢？当美慧啊个性你也毋是毋知啊。伊啥物委屈哦，拢家己吞吞咧腹肚内。若愈关心的朋友呢，伊愈毋敢麻烦人，哪有可能叫我去找明慧啊，甲斗相共呢？顶回你甲我讲，伊甲阮阿姨拢住伫天竺厝的，即马天竺发生困难啊，因搁住伫遐，安尼敢有方便？你安尼讲嘛是有理。即马美慧啊已经得要生啊，伊若搁住咧天竺遐咧，不但无甲我斗相共，到时阵哦，囡仔若生出来时阵哦，就爱搁人甲照顾咧。阿土啊，你讲美慧有心啊？伊是人是有心的？这我免哪会知？毋过吼，伊腹肚比你较大，我咧想吼，会比你较早生啦。对啦，我这治安关送电话，我先来走啦吼。这个美慧啊吼，嘛是真害呢。惊明慧啊知影伊甲别人生囝吼，爱食醋会受气吼，特别到底我袂使袂知呢。吼，我来去哦。
安怎哈？阮即间店吼，事实讲，生意真好啦，风水嘛袂歹。因为吼，阮囝车祸在病院，身躯着爱照顾阮囝，无闲通来。我规身躯病吼，嘛无法度通照顾。若毋是安尼哦，才毋甘拍互人啦。廖太太，我姓吴，阮囝姓廖，这个是我客囝的某啦。是讲你毋知要拍人偌济吼10万块啦！乌巴嫂，我甲你讲哦，这间店吼是我咱辛辛苦苦人为老板所拼来的，每天10万块算讲是已经够俗哦。钱是另外一回事啦。两位若有这个意思，咱才来讲吼，才好。若准讲无意思，讲伤济嘛无效啦。对咯对咯，这有影。是讲吼，这做生意吼，若无讲一下价钱的时候，嘛无啥物意思啊。无安尼啦，好啦，10万就10万啦，怎我决定啦，我答应。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，明明知影难为马虎，偏偏不愿意。明知这是一条蛇路，一条袂当回头的路，盼着烧酒，险险饮落去，已经不知滋味。请你倒转去，就此请你要。